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闺蜜。大家好，我是芬酸。顶个月金曲奖伊若公布入围的名单尔，大家人一定拢是安尼啊。只要讲我爱的歌手哪无入围，这条歌哪真好听，哪无入围啦。对啊，我唱的真好听，观众朋友哪会拢无甲我赞声？不是这两回事。2 seconds later， 对我来讲，我今麦其实较少咧听新的歌，不管是华语还是台语。你哪会会使徛伫遮？我无是安怎，我咧今仔要讲旧的歌啦，不是讲新的歌啦。其实啊，这摆有入围的台语作品啊，就亲像是萧煌奇的《舞台》。这个专辑内底的主打歌，就是伊甲潘丽丽、还有黄炳雄三人做伙唱的一条歌。三人啊，分别代表徛上舞台、找找梦想的歌手，伫台顶啊，真认真咧做戏的歌戏小段，而且也有这个新世代的嘻哈歌手，嘛透过这条歌来唱出因的心声。还有像黄辉伊的《无串》，还有江惠仪伊的《空》，因拢有因为这两个专辑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。后壁咱就会当伫上拍台湾讲，看到这两个准歌后的表现。而且讲到金曲奖啊，大家除了关心最佳男女歌手，更会关心这个最佳专辑这个奖。不过这摆入围的最佳作词人奖啊，有华语甲英语透蓝的作品，华语甲客语透蓝的作品。不过就一条台语歌，就是武雄老师所写的，叫做《娇鸟》。这条歌嘛是收录伫萧煌奇的《舞台》这个专辑内底，还有这条《舞台》这条主打歌嘛是武雄老师作词的。你去 KTV 的时候，你也有斟酌要看 KTV 伊显出来迄种字幕顶悬有做词人，还佮做曲人的名嘛。你也有斟酌看达不时就咧看到武雄。最近武雄老师佮有即个优台的电视歌戏来做两条歌，一条叫做《嘉庆君》，另外一条叫做《游台湾》。有足侪人就是咧讨论内底歌词内底运用的地名、故事甲遮的传说。对啦，所以像最近啊，拿到第七遍，伊又搁伫花溪钓台的面册问大家讲，抓一问。若是有讲到武雄老师的作品，大家会想到倒一条歌？这其实有一个原因的啦，为啥要问因为我甲小输，我讲我若输，我会把它配互你。拿到第七遍辛苦啊！其实来上呀，我就是伫遐迄个小输，就是讲到底大家定定听到武雄的老师是江蕙的歌较侪咧，还是谁的较侪？我就插讲我是感觉江蕙较侪。伊讲毋是，伊讲是施文彬，我讲江蕙，两个伫遐吵袂停的时阵迄个时我就讲好，安尼咱来问观众朋友嘛。结果哎呀，果然是我赢。这个感觉就是讲江蕙的歌声真正是足会当互人记牢的，所以大家对江蕙的歌较会遮尔熟。对，不过你头拄仔讲到花溪钓台迄个部分啊，后来就去下骹看迄个老话，然后就看到有真侪人讲的这条歌，就是江蕙的《转来阮身边》。来，你开始。叫着你的名字，看着你的相片，痴情夜夜望你转来阮身边。敢讲阮的心情，你拢无听见，最后又往我头做你去。我感觉观众朋友敢嘛会我头做伊去。有可能是唔管我安怎讲啊，这条歌是咧讲思念一个人的歌，伊可能互一个无情的人放杀去，所以安怎叫安怎看，伊拢袂倒来。系啊，透早嘛看，食中昼顿的时阵嘛看，困到一半的时阵，搁爬起来继续看相片。不过讲到转来阮身边这条歌的歌名啊，其实武雄老师伊嘛捌伫家己的 blog 内底有解说，伊就讲伊是对叶俊麟老师作词，佮有洪一峰老师作曲的这条歌叫做《思慕的人》所来的。心爱的，紧回来，紧回来阮身边。你有去注意到我唱歌了？这抖音有无？都真有技术性的。嘿对啦。等一下，你这摆哪会无甲唱歌的机会留我？无啦，我是先洗一下观众朋友的耳孔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其实转来阮身边这5个字啊，真正真趣味。因为武雄老师伊嘛捌伫别条歌写到这5个字，包括讲替廖大心写幸福的 DJ， 还有更琴诗人黄俊杰伊的一暝听光辉，拢有捌出现这5个字。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武雄老师写的词，我足介意的。
这条歌吼叫做《空笑梦》，啊，这条歌吼原底是王中平，嘿，伊的专辑叫做《空笑梦》内底的歌，刷来蔡进南哥，嘿，伊嘛是有翻唱这条歌，搁刷来江辉搁甲起来唱，真正是拍着我的心，我来唱一道互大家听。分世间爱情啊，空笑梦。一阵风声，一个人的魂吼，哪会当遮尔深呐？感觉这命运哪爱安尼甲创治？这世界吼，嘛无存在意义啊，对无？对啦，你讲的拢对啦。毋过讲到这条歌啊，因为你头拄仔讲南哥嘛有唱这条歌，啊，那到第七遍就甲我讲，你一定要来推销这个南哥的版本。伊脚本嘛是安尼写呢，不过我就是无爱。皮诺可，这个直接电死！我意见吼，定看伊无讲。其实啊，这条歌的歌词啊，伊才52个字，才会使感受到遮尔侪感情。而且江辉笑的吼，真正是甲迄种恨的感觉吼，用甲足大，足大安尼，足大，嘿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即马搁要来讲另外一条歌，嘛是你介意的歌，哎呀，就是王菲伊唱的这条歌叫做《See You Aloha》。车站来的播音声。声声句句 See you aloha， 迄种分别的心情，写做迄种后摆再相会，迄种感觉。虽然离别是伤心的，毋过咱镜头哇吼，有人会拍网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个歌词吼，伊伫主歌的所在，伊用足侪共款的词，伊会加深你的记忆。一手牵着孤单，一手揽着心痛，一条路双人慢慢啊行。一步行过地面，一步踏着看破，是好歹，嘛拢是咱的命。讲到武雄老师，大家的心内一定拢会有一条经典的歌曲。是啦，多谢武雄老师，多谢你，多谢做遮尔侪歌，以后嘛是爱继续做好听的歌，互阮听哦，写好听的词，互大家笑哦。对。来，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第一年档，拜拜。